奇异笔伊是油性的，嘿，嘿，所以讲哦，我就简单就油性的笔，哦，油性的笔就好啊。上直接是安怎？因为伊写下去了，你切袂掉，水打，哦，就随打伊，所以讲简单奇异嘛，啊，足特别的嘛嘿啊，嘿，所以讲油性的笔是是。啊，啊，那阿雄我这边叫做核桃笔，核桃，为什么？什么核桃？就是大部分哦，因为我菜车大汉的。哦，你的起笔摕来就是要写物件做记号的。是无核桃你就是写伫遐一看就知影啥的。感觉迄当阵，阮阿祖迄个时代可能还无核桃笔，核桃啊，差不多阮阿公、阮爸爸迄个年代可能有，啊，毋过即马会讲核桃笔啦，应该无讲足济，因为阮是全台湾人去选嘛，啊，即马若是有囡仔。啊，搁有搁较老的，拢唔知影，拢会直接反讲是油性。油性笔占84.6%，大家拢讲油性。核桃笔是15.4%，差足济。啊，一般来讲，这个油性笔，伊当初发明是这个香西，伊做即寡笔嘛，吼，包括鉛笔、什么笔、什么笔。啊，即卖伊就是发明这个油性笔，啊，其实伊的挥发性足强的，啊，真紧就打，啊，佮好色好写，咱会感觉伊是油啊好挥发，安尼甲迄个汽油迄款有关系安尼。